面試到最後，面試官問你有冇問題想問，你答冇，你個 offer 就真係冇啦。好好把握呢個其實係表現你熱誠同專業嘅好機會。唔知問乜好？呢兩條問題可以直接幫你加分，更加容易贏得面試官嘅好感。第一，你可以問，如果有機會加入團隊，初期主要會參與邊一類嘅 project 呢？團隊目前有重點解決緊啲咩問題？咁樣問既可以了解具體工作嘅細節，亦都可以表現你對團隊目標嘅重視，唔單止關心自己嘅人某身份地。第二，如果你係工程師，可以問團隊嘅 code review 文化大概係點嘅呢？大家會更加重視代碼風格、設計思路，定還是性能嘅優化呢？呢一條問題可以立即展現你對代碼質量嘅要求，而且關心團隊合作嘅方式。問完你都可以判斷呢一個團隊合唔合乎你嘅做事風格。問啱問題唔單止可以獲取信息，仲可以話俾對方聽你係一個有準備、有思考、有協作意識嘅候選人。下次問你有冇問題問，唔好再 dead air 啦。我係練馬師 Caspar，follow 我同你拆解更多 IT 人專屬嘅面試技巧。